这片2公顷外文小营地也被使用进前，由东山区公所代管，公所为了活化平面爬远，除了整理好势，也将在地番麦田设计成麦浆，将番麦和枝顶弄得伞加观光创意结合。拍算伫今年顶半年陆续办理主题式的市容教育，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体验，邀请大家做回来东山游览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玉米迷宫，等一下来走走看看走不走得出去哈。真的是很感谢我们东山公所的创意发想哈。这个本来刚刚区长有说，这个本来都是一片杂草地，啊，今嘛把玉米种起来，啊，玉米你若知影讲番麦比人差不多跟人边管，啊，这边种起来，把它变成一个迷宫，哦，啊，是蛮好玩的啦，哈，啊，也是一个有创意的文创，哦，那在这边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记得要来玉米迷宫玩哦。近年来流行市容教育，但是透过观光的行销，嘛要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在地特色甲物产，进一步产生认同土地情感，同时成为真好的亲子教育。台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